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6集。我是小张。前2天啊，有一位朋友甲我反映，讲陈博士有一支新的影片，内容甲标题差足济。陈博士为何要用标题欺骗咱台湾的社会？若真正是安尼，咱敢有需要甲伊客气？咱这个社会有一寡人，拢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来欺骗社会，到底安怎骗？咱甲看落就会了解。咱来看陈博士这支影片的标题，毋好甲冤枉。伊写哇，台语足足3000年，有影才敢大声。看完这个标题，我想讲陈博士应该是要讲3000年前的文献。那安尼，咱就爱来甲伊学习。结果第一篇的文献竟然是白话文。咱来看这本《初刻拍案惊奇》，这本是中国明朝的第一篇小说。请问用明朝的小说，敢有法度证明台语足足有3000年的历史？这安尼毋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啥物才是挂羊头卖狗肉？第2篇的文献同款是白话文。这本《儒林外史》是清朝年间的小说。请问用清朝的白话文，敢有法度证明台语足足有3000年？我实在想无。伫台湾的社会，讲话若无弯弯翘翘，敢有影无法度伫社会甲人徛起？陈博士，学问好歹是一回事，你一直用这款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段来欺骗社会，你敢袂感觉真歹势？伫这支影片4分20秒的所在，陈博士讲平甲善是同义连词，所以会使用善来代替平这个字。有2个问题，咱就要问互清楚。第一，平甲善敢有影是同义连词？2字敢有影会使通用？过来，敢有影有上古文献来支持这款的讲法？我相信问这2个问题并无过分。要使用同义连词，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一定要有文献。咱来看“安”这个字的文献：灵也、定也、静也、平也、止也。咱来用“安”来甲“灵”斗做伙，就是“安灵”；用“安”甲“静”斗做伙，就是“安静”。灵甲静互相嘛是同义连词，咱就会使写作宁静。敢干那安尼尔？咱搁甲看落，平甲定会使写作平定，静甲止会使写作静止。相信大家看到即马已经了解同义连词正讲的用法，重点就是一定要有文献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若无文献，就是袂使安尼使用。这个规矩真简单，嘛真清楚。陈博士一直讲平甲善这2字是同义连词，但是伊敢有摕文献互你看？无要紧，咱会使家己来查。这字平伫空虚字典内底所有的解说，我原封不动甲抓落来。你敢有看到伊写平善也？若无，是安怎会使讲这2字是同义连词？陈博士无互你看的文献，咱家己来查。伫先秦两汉内底，咱来甲查平善这2字。直接来看文献，为昂顺的所在。平是第一句话的上尾一字，善是第2句话的第1字，2字并无写做伙。那安尼，咱就爱甲陈博士问：平甲善相通的上古文献到底伫倒位？过来，为什么无根据的话会使一直讲？无大紧，搁讲甲真惯势，讲甲真自然，这敢是做学问的态度？咱来学一字新的字，这字甲输赢的赢真相像，无共款的所在是这字中阳，毋好看毋对伊。这字安怎读法？立为类，这字就读作类。啥物意思？说文解字内底讲是善也，直接反应。类甲善就是同义连词。道德经内底有一句“或强或类”，强甲类是相对的，
安尼咱就知影类就是弱的意思。汉书内底有一句身在宾类，这个所在的类就是善食的意思。伫这个所在，我要特别感谢大树先生，甲我介绍这个字。其实大树先生讲的搁较深，但是甲骨文的部分，我也无法度完全理解，所以先按下不表。希望下摆有法度完全了解，我才来做一集，甲大家做介绍，应该会真有意思。搁一摆感谢大树先生，谢谢。学到新的字，咱就紧来看文献。咱来看孙子这两句话：王公疾病，不足以上；庶人即动位，对者以下。这个所在这字位，就爱读作委员会的委。重点是类者这两字，咱甲看落。类善也，类者写作善者，一点仔勉强嘛无。无需要用无文献的字，嘛无需要甲字删位。话讲倒转来，孙子甲写说文解字的苦心，实在真毋捌代志。挑工甲字写了毋对意，害陈博士伫2024真麻烦，都爱搁录影片，甲恁扇喙皮，实在真无意思。继续来看第二篇的文献，咱来看话红顺的所在，如该宾类，衣冠不完。这个所在完，就是全的意思。所以衣冠不完，甚至比衣衫襤褸搁较凄惨。这就是正港的善食人。伫这个所在，宾类，咱就会使甲写作宾善，无大紧，嘛会使写作宾食。因为说文解字内底有讲食善也，咱无需要用无文献的字，嘛无需要甲字删位，毋免像陈博士安尼，舞一困足大困的，结果找到的字，阁毋是正确的字，实在是了然。来看第三篇的文献，直接来看这两句话：以类民，以孝利上，其势不如也。什么是孝利？就是有钱的做官人嘛。做官的人，哪会晓官商勾结，钱就足好赚的。钱若一个多，权就愈大，势就愈重。孝利在上，类民在下。为什么类民会摒面也孝利？写甲真清楚，其势不如也。是安怎势会不如？因为无钱，自古以来无钱就会无势，所以类民就是善民，就是善食人。搁一摆证明，咱无需要去找无文献的字来斗，嘛无需要甲字删位。正字就写伫古早的文献内底。真可惜，陈博士拢干那看明清的文献，莫怪正字会找无。宾类这两个字伫先前两汉内底出现12摆，拢是善食的意思。咱来看用文献有啥物款的好处？第一，毋免引申；第二，毋免推论；第三，毋免去找无文献、无根据的字来斗；第四，字嘛无需要删位。第五，陈博士讲台语足足3000年，有影才敢大声。我是感觉无需要大声啦，文献若摕出来就解决啦嘛。讲大声话是真无好的代志，咱爱知影宫中自有宫中手，一山阁有一山高。像陈博士安尼挂羊头卖狗肉，阁爱讲大声话，实在是教歹囡仔大细。即马来讲结论，陈博士这个影片，号名台语足足3000年，有影才敢大声。结果讲到7分，过2秒，也搁在讲清朝的文献，这毋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啥物才是挂羊头卖狗肉？陈博士伫影片内底一直讲贫甲善会使通用，因为这两字是同义连词，但是咱已经替伊查过啊，根本无这款的文献。陈博士用无根据、无文献的字来甲大家教，安尼毋是欺骗社会，啥物才是欺骗社会？陈博士讲字若无删位，咱就找无正字。但是咱伫文献内底看甲真清楚，
不管是善者，还是贫者，还是善民，拢无所谓啊。是安怎找一个字，都爱找甲遮麻烦。到底啥物人才是阿达玛控制你？咱即马来做一个整理。一开始，陈博士摕明清的白话文出来做文献，刷落来，伊就用无根据、无文献的字来甲你骗。无大紧，字就爱阁刷位，舞一困足大困。结果咧，3字拢毋对伊。陈博士大声话毋着阁继续讲。影片的时间来到9分31秒，陈博士才开始讲3000年前的时经，拢总讲无40秒钟。讲的就是干那即字名，甲山明海誓的明，甲明子的明相通，但是这嘛毋是陈博士家己的发现，空虚字典内底就有啊。为虾米陈博士要用灌水的手段来欺骗社会？拄则我嘛讲过啊，学问好歹是基础。陈博士即款的所作所为，实在互人真看袂起。各位可能有发现，今仔日校长的声哨有较粗淡薄啊。我本人无爱甲人冤家，但是来龙去脉爱讲互你了解。陈博士一开始是安怎伫脸书顶悬，甲我傲慢，甲我欺负。陈博士心内有数，刷落来三番两次，伫伊的影片内底针对我讲一寡懒懒散散的话，甲我刺激。搁来搁较严重，伊派伊家己的下骹手啊来我的频道甲我闹，闹完了后，搁去另外一位时代的频道嘛去甲人闹。即款的手段实在是真恶质。面对即款的小人暴躁，甲食人教教的态度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做即个影片甲回击。今仔日若讲了较险、较咸，校长伫即个所在先甲大家回一个失礼。今仔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